你平時去街市買魚，係咪見到啲魚眼定定啖望住你，你就以為好新鮮？或者見到啲魚平到笑，就即刻衝去買，覺得執到寶？聽我講，買錯魚唔單止係嘥錢咁簡單，隨時仲係食咗成肚抗生素、激素，甚至係化學劑入去。好多人話而家啲魚冇晒魚味，其實係因為你根本唔識分邊啲係人工養，邊啲係海捕。前兩日，我去西貢碼頭口嗰位識咗幾十年嘅老漁夫水叔，佢攞住支煙斗望住個海，同我講咗一席話，真係令我大開眼界。佢話雖然而家養殖技術好勁，但有8種魚係幾乎冇辦法或者極難大規模人工養殖嘅。呢啲魚基本上全部都係野生，你喺街市遇到佢哋，只要係新鮮嘅，千祈唔好走寶，因為呢啲先係真正嘅大海之味。食得健康又放心。今日我就將呢位老漁夫嘅壓箱底智慧分享俾大家。大家記住，攞定紙筆或者儲存低呢條片，下次去買就唔會再中伏。我哋先嚟講講點解老漁夫咁強調野生呢兩個字。你諗下喺魚排或者養殖場入面，成千上萬條魚逼喺一個細細嘅空間，佢哋嘅排泄物、剩低嘅飼料，全部都喺嗰啲水入面循環，為咗唔好俾啲魚病，好多時都要落藥。但野生魚唔同，佢哋喺大海自由自在，食嘅係細魚細蝦，做嘅運動量又大，肉質自然結實鮮甜。水叔話識食嘅人一定係呢8種魚。第一種就係好多香港人嘅最愛馬友魚。有一句說話你一定聽過：一馬二養三馬 cow。排喺第一位嘅就係馬友。馬友魚呢種嘢好有性格，佢哋對水質要求極高，而且極之膽細。水叔話馬友一離開水面或者受到驚嚇，好快就會死，因為佢哋生理構造特別，好難喺人工環境入面模擬到大海嗰種深水壓力同流動性。雖然而家喺內地有啲地方試緊養殖，但技術極之唔成熟，成本高到嚇死人。所以你喺街市見到嗰啲銀閃閃、鱗片完整嘅馬友，9成9都係海捕。馬友最正嘅地方係佢嘅油分，嗰種甘香真係其他魚比唔上。水叔教我揀馬友要揀魚身夠肥、魚肚位脹卜卜嘅，用嚟清蒸或者鹽鮮煎，嗰種魚油滲出嚟嘅香味，配碗白飯真係可以食3碗。馬友富含 Omega 3脂肪酸，對心血管極好。如果你見到有新鮮馬友，貴少少都要買，因為呢啲野生油分係人工飼料養唔出嚟嘅。第二種就係大眼雞，即係我哋學名叫大眼鯛嘅魚。點解大眼雞好難養？因為佢係底棲性魚類，平時生活喺比較深嘅海域，要人工模擬深海環境，嗰個電費同設備費都已經貴過條魚。水叔話大眼雞係好多家庭主婦嘅恩物，因為佢皮厚，可以用嚟做凍魚或者滾湯。你睇下大眼雞對眼咁大，就知佢係適應深海微光環境。呢種魚基本上冇人會去養，因為唔划算。大眼雞肉質比較粗，但勝在夠鮮，用嚟滾番茄豆腐湯，嗰種鮮甜味係好純粹嘅海味。而且大眼雞含有豐富嘅蛋白質同埋鈣質，細路仔食就最啱。老漁夫話揀大眼雞最緊要睇對眼，要晶瑩剔透。唔好揀嗰啲眼濁濁或者出血嘅，因為嗰啲可能已經擺咗好耐。第三種我諗大家都會好驚訝，就係帶魚，我哋有時叫牙帶。你喺街市見到嗰啲一條條長長銀色，好似把劍啖嘅帶魚，全部都係野生。點解？因為帶魚係典型的深海魚，佢哋生活喺水深60米到100米甚至更深嘅地方。帶魚有個特點，佢哋有極強嘅減辣反應。當漁民用網將佢哋打撈上嚟嘅時候，因為水壓迅速改變，帶魚嘅標會爆裂，所以你喺街市永遠見唔到游水嘅帶魚，全部都係冰鮮，因為佢哋上水即死，根本冇可能放喺養殖池入面養。水叔話帶魚嘅鱗其實係一層銀膜，含有豐富嘅卵磷脂，對大腦發育好好，所以洗魚嘅時候唔好用力出走嗰層銀色。帶魚要揀身厚銀光閃閃嘅，用嚟乾煎或者豉汁蒸，味道一絕。第四種係老漁夫強烈推薦嘅小黃魚，大家要分清楚。街市有好多大黃魚，嗰啲大黃魚而家已經可以大規模養殖，所以10零20蚊就有一條。但係真正嘅野生小黃魚，體型細細，
色澤金黃得嚟，好自然，唔係嗰種死黃色。小黃魚對生存環境非常挑剔，佢哋中意喺洄游過程中尋食，人工環境好難滿足佢哋嘅運動量。水叔話：真正嘅野生小黃魚肉質好似蒜飯啖，一飯飯鮮嫩到入口即化。而家養殖嘅大黃魚因為缺乏運動，脂肪堆積得好犀利，食落去會有一股腥腥味。所以如果你見到一班魚販圍住一堆細細條金燦燦嘅小黃魚，嗰啲就係寶。雖然剔骨麻煩少少，但嗰種鮮味係養殖魚永遠俾唔到你嘅。第五種係腸魚，特別係白腸或者鷹腸。雖然而家有金腸魚可以養，但白腸同鷹腸依然係以野生為主。白腸魚非常之嬌氣，佢哋係群居性魚類，喺大海入面游得好快。一旦被困喺細小嘅養殖空間，佢哋會因為壓力過大而拒絕進食，甚至撞牆自殺。水叔話：鷹雛係暢魚中嘅極品，身形大、肉厚，嗰種細緻嘅口感真係食過反尋味。你要分清金雛同白雛，金雛嘅鰭係黃色嘅，肉質比較硬，係養殖貨；而白雛全身銀白，肉質滑到好似豆腐啖。呢種魚含有好多不飽和脂肪酸，對血管清道夫嘅稱號絕對唔係浪得虛名。第六種就係九肚魚，大家去食大排檔最中意點椒鹽九肚魚。九肚魚肉質好似啫喱啖，水分極高。水叔笑住話：呢種魚平到根本冇人想去養，而且九肚魚離水之後極難保存，肉質好快會變到霉。養殖需要穩定嘅環境同埋高昂嘅保鮮技術，對呢種經濟價值唔算極高嘅魚嚟講，人工養殖簡直係蝕本生意。所以你喺街市買到嘅九肚魚，全部都係漁船喺近海打撈翻嚟嘅。雖然佢平，但佢勝在夠天然，完全唔使擔心化學殘留。用九肚魚滾湯或者椒鹽，嗰種滑溜嘅口感係大自然嘅恩賜。第七種係鮫魚。鮫魚係一種兇猛嘅掠食性魚類，佢哋喺大海入面追逐細魚，速度極快。水叔話呢類運動型嘅魚肉質非常有彈性，人工養殖好難提供足夠嘅空間俾佢哋衝刺。如果硬係要養，肉質會變得鬆散，完全失去咗鮫魚應有嘅風味。鮫魚通常用嚟整魚蛋或者煎香，佢嘅肉厚骨少，非常適合老人家同小朋友食。水叔仲教咗我一個秘訣，揀鮫魚要睇魚身夠唔夠硬淨。如果撳落去軟奶奶就係唔新鮮，因為鮫魚係野生，佢嘅能量消耗大，新鮮度落得好快，買返去最好即日食。第八種就係泥帶，雖然而家有人開始試下養泥帶，但大部分我哋喺街市見到用嚟煲泥內粥嗰啲，依然係野生捕獲。泥帶主要食海藻，有一股獨特嘅香味。水叔話：以前泥蟻係平嘢，但而家因為海水環境改變，野生泥蟻反而變得珍貴。泥蟻唔好睇佢細細條，佢處理起身好考功夫，要撕皮去內臟，但係用佢嚟煲陳皮泥圍粥，嗰種清甜開胃，係好多香港人嘅集體回憶。水叔講完呢八種魚，深深啖吸咗一口氣。佢話：後生仔，而家食嘢唔係求飽，係求健康。佢解釋到點解我哋要咁執着於野生魚，除咗味道之外，最重要係生物累積嘅問題。養殖魚嘅飼料入面可能含有大量豆粉、玉米，甚至係動物內臟加工成嘅粉末，呢啲根本唔係魚類自然嘅食物。野生魚食嘅係浮游生物、小蝦，形成咗一個健康嘅食物鏈。老漁夫仲教咗我幾招點樣分野生同養殖。首先睇身形，野生魚因為要喺大海生存，經常要避開獵食者，所以身形通常比較修長、流線型；而養殖魚因為衣食無憂，身形通常比較肥短，特別係個肚位會有好多脂肪積聚。其次睇顏色，野生魚嘅顏色通常比較暗淡，但有光澤，同自然環境融為一體；而養殖魚因為食咗含有添加劑嘅飼料，顏色有時會顯得特別鮮豔或者唔自然。最後係睇魚鰭，野生魚嘅魚鰭通常完整尖銳，養殖魚因為喺魚池入面互相碰撞摩擦，魚鰭往往會受損或者顯得圓鈍。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會問：野生魚
係咪一定貴好多？其實唔一定。好似九肚魚、大眼雞、大魚呢啲，價格其實好親民。水叔話：好多人買魚只係識買石斑、紅衫，其實呢啲熱門魚種而家好多都係養殖。如果你學識揀呢8種野生魚，你用同樣嘅錢，甚至更平嘅價錢，就可以買到更高質素、更健康嘅嘢食。我聽完之後真係覺得受益匪淺。喺呢個化學元素週期表嘅年代，可以食到一口純天然嘅海味，真係一種幸福。水叔最後仲叮囑我買魚唔好淨係去大型連鎖超市，多啲去街市試嗰啲老魚販，或者去碼頭直隻赤魚船買嗰度嘅魚。可能外表冇超市包裝得咁靚，但係嗰份鮮味同埋對身體嘅好處係超市嗰啲冰封咗唔知幾耐嘅魚肉俾唔到你嘅。講返健康，呢8種魚好多都含有豐富嘅 Omega 3、維他命 D 同埋各種微量元素。對於我哋呢啲成日坐寫字樓對住電腦嘅香港人嚟講，多食深海野生魚對眼、對心血管、對腦袋都係最好嘅投資。老漁夫話：佢今年已經75歲，但依然眼清目明，日日出海吹風都唔覺得攰。佢話秘訣就係食得自然。大家下次去馬下嘅時候，不妨留意下我今日講嘅呢8種魚。馬有大眼雞、大魚、小黃魚、八膠、九肚魚同埋麗考。遇到新鮮嘅真係可以試下，唔使繁複嘅調味，簡簡單單清蒸或者煎香。加少少薑絲蔥花，你就會發現原來真正嘅魚味係咁令人感動。好多人平時買嘢食好大方，買件名牌衫幾千蚊唔眨眼，但係買條魚貴10蚊8蚊就計到盡。其實投資喺自己同家人嘅健康上面，先至係最聰明嘅選擇。食得清淡啲，食得自然啲，身體自然會報答你。水叔最後同我講，海洋嘅資源係有限嘅，雖然我哋鼓勵食野生魚，但都要記得不時不食。唔好過度捕撈。作為消費者，我哋識得揀好魚，其實都係對優質漁業嘅一種支持。好啦，今日老漁夫同我講嘅呢啲廚房智慧同食物真相，我就全部交晒俾大家。希望大家以後去街市買魚嘅時候，都可以好似專家啖，一眼就睇出邊啲係真正嘅好嘢。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幫到你，或者你都有買魚嘅心得，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我哋下次再見。祝大家食得健康，生活愉快。其實講起買魚，仲有一個小細節，水叔話一定要提埋，就係睇魚鰓。野生魚嘅魚鰓通常係鮮紅色，而且聞落去係一股淡淡嘅海水味，唔會有嗰種刺鼻嘅泥腥味或者化學味。養殖魚因為水質問題，魚鰓有時會顯得暗紅或者帶灰色。呢啲細微位真係要經常去街市浸淫先會學得識。諗翻起以前細個跟住阿媽去街市嗰陣時，邊有咁多養殖魚？每一條魚都係海味十足。而家科技進步咗，但係我哋反而要花更多心思去海販嗰種原始嘅味道。呢個世界就係咁奇妙，有時慢同自然先係最高級嘅奢華。大家記住呢8種魚：第一，馬有油分之王，護心首選；第二，大眼雞滾湯神器，補鈣高手。第三，大魚深海精華，補腦靈丹。第四，小黃魚蒜瓣肉質，鮮度跌眉毛。第五，白鯧血管清道夫，滑料無比。第六，九肚魚天然平民美食，口感獨特。第七，膠魚運動健將，肉厚紮實。第八，麗膽陳皮粥靈魂清香開胃。呢個名單你一定要記住。下次去西貢或者大埔街市，見到啲老漁夫擺攤，就大膽啲去問下，可能你會到俾我今日講嘅更正嘅海產。健康唔係一朝一夕，係由每一餐飯、每一條魚累積翻嚟嘅。大家一齊努力，做個識食健康嘅香港人。水叔話佢細個嗰陣，海入面好多魚，隨便一網落去都係好嘢。而家雖然少咗，但只要我哋識揀，依然可以品嘗到大自然嘅饋贈。佢仲教我，蒸野生魚嘅時候，火候最緊要。野生魚肉質嫩，蒸過火就嘥晒。通常5、6兩重嘅魚，大火蒸6到7分鐘就啱啱好。熄火焗1分鐘，嗰種魚肉剛剛熟、離骨嘅狀態，先係最高境界。講到呢度，我肚都開始餓，真係想即刻去街市買條馬友返去蒸。大家記住，買魚唔好貪大，
野生魚通常體型適中，太過巨大嘅魚可能年紀太大，肉質反而粗糙，而且處於食物鏈頂端，積聚嘅重金屬可能更多。中等 size 最鮮嫩、最健康。最後，老漁夫水叔話：佢最開心就係見到後生仔識食魚，識分好壞，因為呢啲唔單止係飲食文化，仲係一種對大自然嘅尊重。佢希望呢啲知識可以傳落去，唔好俾啲養殖貨完全佔領咗我哋嘅餐桌。多謝大家聽我講咗咁耐。如果你身邊都有啲好中意買好、注重健康嘅朋友，記得將呢條片轉發俾佢哋。我哋要一齊做個精明嘅消費者，守護屋企人嘅健康。下次去街市，記得老漁夫水叔嘅說話。遇到呢8種魚，只要新鮮，就千祈唔好走寶啦。其實講到尾，生活嘅智慧往往就係喺呢啲街市嘅喧鬧聲同漁夫嘅煙草味入面。唔使讀萬卷書，只要用心觀察，處處都係學問。希望今日分享嘅呢8種野生魚資訊，可以令你嘅餐桌多一份鮮甜，少一份憂慮。我哋下個話題再見。大家要留意，雖然話呢8種魚難養，但市面上總有啲商人會用類似嘅魚嚟冒充，例如用金養當白養，用普通大黃魚當小黃魚。所以除咗記住魚名，仲要記住我頭先講嘅分辨方法、身形、顏色、魚鰭，呢3點係關鍵。如果有人同你講佢有人工養殖嘅大魚，你就可以直接同佢講再見，因為嗰條大魚9成9係呃你嘅。買魚嘅時候唔好怕醜，多啲同魚販交流，問客條魚邊度嚟，係咪今日船到。真正賣好嘢嘅魚販，佢哋會好自豪啖同你講佢啲貨係邊個海域捕翻嚟，建立咗良好嘅信任關係，佢哋自然會留好嘢俾你。健康你要知，養生唔好中伏。食物真相有時就係咁簡單，但如果你唔去了解，就永遠只能食嗰啲工廠化生產嘅魚。老漁夫水叔嘅智慧，其實就係教我哋回歸自然。講多一個小插曲，水叔話佢以前喺海上面最中意就係將啱啱打撈上嚟嘅膠魚直接切片，用海水洗一洗就淡白灼，嗰種甜味係佢一世都忘記唔到。雖然我哋喺市區好難食到咁新鮮，但揀啱品種已經贏咗一半。好啦，真係要講再見啦，大家加油，買好魚，食好飯，身體健康，記得訂閱我嘅頻道，留意更多飲食智慧，下次見。等等。水叔仲叮囑咗一樣嘢，差啲唔記得講，就係買野生魚嘅時間，通常農曆初一、15前後，潮汐變化大，魚獲會比較豐富而且新鮮。呢啲老祖宗留低嘅歷法智慧，其實同我哋嘅餐桌息息相關。買魚都要睇天時地利，咁先係真正嘅專家。好，今日嘅分享真係到此為止，希望咧可以幫到大家，我哋一齊喺健康嘅路上並肩前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更多老漁夫嘅秘密。拜拜。